如果我同你講喺 Burnaby 核心嘅地段有一個私人花園式嘅城市屋，步行就可以去到 Deer Lake 或者 Burnaby Lake，擁有自己嘅 patio 嘅一房單位，而每月嘅管理費咧只需係百幾蚊，而且提供一個相對容易入手嘅置業機會。你想唔想睇下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溫哥華專業房地產顧問 Lotus Yuen Remax Quest Realty。今日咧就帶大家嚟睇呢一個咧 Savvy Road 花園嘅城市屋，地址係13號5132 Canada Way Burnaby。就將以上所有嘅好處一次過睇，我哋一齊睇下呢一個係咪你心目中可以考慮嘅單位？呢個單位位於 Burnaby 備受歡迎嘅 Savvy Road 社區，由知名發展商 Woodbridge North West 興建，並於2018年落成。整個社區約有161個單位，以歐陸風格嘅建築營造出充滿特色嘅居住環境。Savvy Road 嘅特點就係同時鄰近有 Deer Lake 同埋 Burnaby Lake 兩大公園，將自然生活同埋城市便利完美結合。另外值得一提嘅就係業主目前每月嘅管理費大約140蚊左右，但仍然享有健身室、會所、訪客車位、園藝護理同埋專業物業管理嘅設施同埋服務。我哋入屋睇下。雖然單位並冇進行大型裝修嘅工程，但業主一直非常用心打理。之前並加入咗唔少實用嘅升級，包括客廳訂製嘅收納架、廚房額外增加嘅上層儲物櫃、浴室層架、房門以及衣櫃。對於一個空間規劃精巧嘅家嚟講，充足嘅收納其實非常方便實用。而我覺得呢一個單位其中一個優點就係空間實用率非常高，幾乎冇浪費任何位置。再望過嚟咧就係客廳嘅空間，雖然單位面積精巧，但客廳嘅比例相當舒服，而且同飯廳、廚房以及戶外 patio 互相連接，令整體嘅空間咧感覺更加開揚。坐喺度睇書、飲咖啡、睇電視或者放工返到屋企休息一下都特別舒服。由於單位位於社區內部嘅位置，環境比較寧靜，客廳旁邊就係飯廳嘅位置或者工作區域。而當 patio 門打開之後室內同埋戶外嘅空間可以更加連成一體，進一步提升生活體驗。對於一個一房單位嚟講，呢個廚房提供咗相當充裕嘅工作空間同埋收納空間，配備石英石台面、不鏽鋼電器、大量嘅櫃桶以及後期增設嘅上層儲物櫃。廚房台面採用雙邊設計，無論日常煮食、備餐或者收納廚房用品都非常方便。再嚟到睡房，雖然採用開放式嘅概念設計，但生活區同埋休息區之間有自然分隔，空間明亮舒服，配合充足自然光線，窗外是綠草自然景色，感覺好舒服，營造出一個溫馨而放鬆嘅休息環境。浴室方面同樣保持現代簡潔風格，配備石英石台面、實用收納層架以及完整浴缸連淋浴組合。最後一定要介紹呢個單位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嘅特色，就係私人嘅 patio。對於一個位於 Burnaby 核心地段嘅住宅單位嚟講，擁有自己嘅戶外空間其實係相當難得。業主平時可以喺度 barbecue 食晚餐、招呼朋友，又或者簡單坐低享受陽光同埋微風。正係呢個係一般高層 condo 難以取替嘅地方。除咗優美嘅自然環境之外，呢一個位置亦都可以話係位於 Burnaby 嘅中心地帶，大約幾分鐘嘅車程內就可以到達 Brentwood 同埋 Metrotown Mall 兩大購物商圈。Superstore、PriceSmart、Henley Market、Costco、Whole Foods、大統華超市一應俱全，無論係大型購物中心、特色商店、超級市場定係日常生活所需，都應有盡有。而餐飲方面選擇更加豐富，由中菜、港式茶餐廳、日式壽司拉麵、韓國料理到西餐廳同特色咖啡店，全部都近在咫尺，享受大自然嘅生活嘅同時，亦都完全唔需要犧牲城市生活嘅便利。
對於有小朋友嘅家庭，又或者重視教育資源嘅買家嚟講，小學校網咧就屬於 Buckingham Elementary School， 而中學校網就屬於 Burnaby Central Secondary School。其中 Burnaby Central 咧就係本拿比其中一間歷史悠久嘅中學，提供 AP 課程、體育項目同埋藝術課程，深受唔少家庭嘅歡迎。除此之外咧，由呢度咧前往 BCIT、SFU 以及多間大專院校咧，都係非常方便嘅。呢個地點都能夠照顧到唔同人生階段嘅需要。除咗生活配套完善之外，呢一個位置咧嘅交通網絡同樣非常方便。由 Surrey Road 出發，可以輕鬆接駁多條主要嘅巴士路線，前往 Brentwood、Metrotown、New Westminster、Low Heath、Moore Town Centre 同埋 SFU 都非常方便。由屋苑出發，揸車只需要幾分鐘車程，即可以輕鬆接駁到 Highway No. 1。無論前往溫哥華市中心、北溫哥華、高貴林、素里、蘭里，甚至菲沙河谷地區都相當方便。由屋苑出發，步行就可以到達 Deer Lake 同 Burnaby Lake 兩大公園。無論你鍾意晨運、跑步、散步、踩單車，定係單純想放工之後親近一下大自然，或者週末去湖邊散步，呢度都可以滿足到你享受戶外嘅時光。除咗公園之外，附近仲有 Burnaby Village 嘅博物館、Sharbox Centre 以及多個社區康樂嘅設施。無論你鍾意戶外活動、文化藝術，定係家庭休閒娛樂，都可以輕鬆揾到合適自己嘅活動。7個主要特點同埋優勢：第一，可負擔嘅住宅。Burnaby 核心地段罕有1房嘅城市屋。第二，步行即可到達兩大公園 Deer Lake 同埋 Burnaby Lake 雙湖生活圈。第三，擁有屬於自己嘅私人 patio 嘅戶外空間。第四，超低管理費，每月嘅管理費咧大概140蚊左右，同時享有完善嘅設施同埋專業嘅管理。第五，高效實用嘅空間設計，令到每一尺嘅空間都發揮最大嘅價值。第六，完善生活及交通嘅配套，幾分鐘車程咧就可以到達 Brentwood Mall、Metrotown Mall、SFU、BCIT 及多個主要交通嘅樞紐。第七，溫暖友善嘅社區氛圍，鄰居友善，環境安全寧靜，讓你感受到現代城市生活中難得嘅歸屬感。為咗幫助你更好了解呢個空間嘅潛力，我哋仲準備咗一啲虛擬樣板嘅圖片，展示咗不同嘅設計風格同埋家具擺放嘅方式。呢啲圖片僅供參考，但它們確實凸顯咗呢套住宅嘅多功能性。我哋亦都準備咗 Matterport 3D 導航同埋詳細嘅平面圖，方便你隨時隨地了解呢個單位嘅空間同埋佈局。呢個單位最吸引你嘅係邊一個賣點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。最後分享一下咧，我對呢一個單位嘅睇法。我覺得呢個家咧係特別適合首次置業嘅買家、年輕嘅專業人士、學生，又或者任何希望擁有私人戶外空間，但係又唔想住傳統高層 condo 嘅買家。如果你係重視大自然、生活便利、低成本管理費同埋一個有社區感嘅居住環境，我相信呢一個 Surrey Road 嘅花園城市屋會帶俾你非常舒服嘅生活體驗。如果你想安排睇樓或者了解更多市場嘅分析，歡迎直接聯絡我。我係 Lotus Remax Quest Realty 嘅地產經紀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